今朝是我56岁生日，他只分自家风雨之庆年。小戴姐姐生日快乐！当当当当！哎呀，这是废话不是个嘛？这是上海亚洲给你的惊喜，鲜花蛋糕，你知道吗？亚洲给我转了56块钱，他还涨了，明年57，后年58，一年涨5%。我往后改两样么子不能女了。人工废弃我不要打，理解理解，会这人工废弃我来。是不是？你的意思让你随便点啊，不要给谨慎。今天你是寿星领头了，这是你的概念啊。虾仁真多，非常好吃，商业米来一次。越活越年轻，地球上就待不下了。哎呦，这个才叫蛋糕呀！上海亚洲真的松哦。哎，我们海南岛，我那里最亲最懂，来了一拿发财，天天就为了发财。退休公司的经理，这家同的人是我真意识。哎，别个思维奇怪，为啥这个死瓜蛋生这个？我还听说很推荐你。对了，和你同一天生日的老太皮有好几张。是啊，今朝我忙得很快了，要看好几只房子嘞。明天跟我的经济商业，我一定到苏北来谈谈。我有辰光来不及了，辰光来不及了，我走了。更有趣的老板娘真的